伫个客家市立幼儿园开心虾皮，佮着社区妈妈所领虾皮的舞蹈表演，正式宣布2025年虾面皮乳保育季将要来登场。根据2025年全球的普查，乌面腊八的数量大约有7000只，其中有6成拢会来台湾过冬。而台南所记录到的数量竟超过2000只以上，显示台南伫个保育的成效。大家都知道台南市是一个生态多样化，而且对于保育工作非常尽心的地方。从过去台南县时代对于黑面琵鹭的保育，一直到对于水质、到于其他环境质等等的其他的野生动物的保育，我们都非常尽心。那2025年黑面琵鹭保育季又开始了。那有非常多的好朋友非常关心，我们也期待借着这个保育季的宣导活动，能够让我们的保育活动保育工作更向下延伸，能够让更多年轻的朋友，甚至学童小朋友，他们都能够在他们脑海中种下保育的种子。2025爱你爱我黑面琵鹭保育季我们将在10月26号在七股郑王府隆重来登场今年的主题是黑皮遨游，神采飞扬。我们今年的重点我们就今年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台南地区已经来了有300多只的黑面琵鹭，象征着我们今年黑面琵鹭的赏鸟季节已经开始了。每年的黑面琵鹭一趟回去到韩国北纬38度的时候都要2500多公里，它隔年在像这个10月左右这边他们再从韩国飞回来也要2500多公里，所以生命力他们的非常坚强，也象征着我们台南地区的保育黑面琵鹭的保育相当的成功。由着农业部指导，市府农业局主办，台南市生态保育学会新办的2025乌面腊八保育季的系列活动，将要伫10月26来登场。今年的系列活动包括乌面腊八保育区的巡礼、我爱虾皮的写生比赛。现场还有吹糖人、剪纸以及旅馆虾皮的艺术等等。现场嘛将持续推出要来找找市长亲自野放的乌面腊八的活动，真适合全家大小前来体验生态的旅游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